不见了。你爹？你爹没在我这儿，要不你去别的地方找找吧。姐姐，别睡了，大事不好了，姐姐。哎呀，阿西吧！我今日回到府上，发现我爹、我大哥、二哥、三哥几人都不见了。问家里的人，家里人说他们是一同出去了，却不知道去了哪里。走多久了？我3个月前和灵儿回府了一次，总管说我爹染了风寒，不便见人，当时也没多想，我就走了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爹应该那个时候就已经走了。难道是九王把杨玉叫走去谋反了？不对，杨玉已经被削去了兵权，再说也不可能瞒着你啊！哎呀，真是细思极恐啊！会不会是……你爹早已投靠了齐胜，现在也许正在北漠帮着齐胜打仗呢。我问你，你爹是怎么跟九王搞到一起的？就是我爹说想多认识一些我的朋友，便常常和我一起出席我跟九哥的活动，什么青楼啊、茶楼啊，他都去。他俩慢慢的也就熟了。呆子，你就九王这一个朋友吗？你爹这不明摆着要接近九王吗？姐姐，你现在应该怎么办呢？九哥那儿又该怎么办呢？哎呀，姐姐，这样吧，你先回去，我让灵儿回趟家，打探一下军中的状况。嗯。